你不吃的是吗？假如吃啊，來各位，哇！呢間旅店咪咁嘅樣啊，我望我啊，兩張單人床，好闊下啲單人床，跟住冷氣梗有噶啦嚇，電視機梗有噶啦嚇，電視機、雪櫃仔有，中茶啲嘢都有，廁所鏡。廁所，哇！有埋個沖涼盤嘅添，洗面盤、沖涼房、廁所喺一齊，OK 啦。旅店睇落去一條窄街喺度咯，人哋窄街喺度咯，跟住有啲高高地嘅樓喺度咯。呢度就係合擠嘅地方，呢個好高啊！呢度有十幾二十層樓啊！呢座好高啊！呢座仲高，20幾層啊！呢度，跟住對面又有一啲高樓喺度，呢度係合擠啦，合擠啲街場嘅地方。